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7月初9，旧历的5月19，礼拜四。新闻的头一条：少年的野捕头讲派出所，6个警察提装备来制服。这是发生伫中华丰原分局的大城分驻所。这个门口熊熊走来一个少年呢，手举捕头，一到地都用捕头来卡大门，而且家己佫一路用手机甲翕落来。值班的员警马上通报警力来支援。6个员警分别举着警棍、盾牌、甲警枪甲组织。这个少年的水滑头走去超商的广场，甲警察来对立。伫现场有袂少的民众甲学生，大家合齐，总算甲压制、甲扣手铐。看好，好，看好，要弄啊！这个少年举一支捕头，然后用手机一直翕。一到分驻所门口，就用捕头扑落去，大门玻璃碎破去。我来，然后我来干嘛？我就要砸。不然你不会砸派出所。员警一个看这个少年已经失控，随即连同6支援的警力随赶到位，举警棍、警枪、打进前甲阻止。这个都是弓箭可以使用的，那斧头，都可以阻挡这个斧头的弹性。 6个员警摕装备挖紧，这个少年赶紧要走，要么手又举捕头伫超商广场，甲员警对抗。这个时，因为边仔学生民众真多，员警将伊扣手铐掠落去。一按下去，比如大绳索按下去，就会接收到说大绳索有紧急的状况。 不待命令，我们所有的警力就会往大绳索这边来集结。这少年囡仔举捕头攻击警察局，甚至用手机去翕这个过程。因老爸唔知讲因后生是安怎安尼做。目前这个少年囡仔已经被裁定收容，进一步关怀甲辅导。